咱的乡亲时代，中秋食月饼都爱准时咯，因为这个月饼、肉饼的热量真悬。台北市卫生局来公布着市面上的月饼的热量排行榜，第一名就是广式做阿年的月饼，一粒的这个热量420大卡，相当是食1碗半的白饭。再来是绿豆椪，食一粒等于是食1碗外的白饭。营养师来建议，上好是甲切好细块，大家公家来食，安尼较理想。中秋节到了，很多人会应景想要吃个月饼、蛋黄酥，或者是像这样子小小一个糕点。但是您知道吗？你吃下这个小糕点的同时，吃下了多少热量呢？好食点心食了会大苦，就讲中秋过后，大家为了体重的增加来伤脑筋。台北市卫生局特别公布市面上月饼热量的排行榜，头一名是上受欢迎的广东式的做年月饼，食一粒等于是食420大卡，相当是1碗半白饭的热量。这大概快行76分钟，热量才有度化掉。过来是绿豆椪，这一地嘛等于是超过1碗的白饭，这大概快行67分钟。第三名是两人酥，这一粒嘛是超过8分甜白饭的热量，大概行45分钟才化会掉。尤其是真侪人食月饼，拢袂去看营养标示，像记者手中这个点心来讲，小小一粒尔，就157.4大卡。这食一粒等于是食2粒角糖，不过过节总是要食淡薄才有气氛。营养师有提供一寡建议，可以搭配一些无糖的一些蔬果汁，然后是有纤维的，那再搭配有氧运动，那可以帮助你这个月饼当中的油脂赶快代谢出去。咱若真正讲烦恼会变大苦，食1-2喙就好，莫过量意思一个就好，唔通好过节变成有负担。